剑话。你毋是咧吹吗？爹亲，我是你的父亲吗？我看毋是吧？天下的哪有如此想害死父亲的道理？女儿绝对毋敢有无害父亲的意念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传统剑话偷走我的天文酒，险险让我对恁的心血化为乌有？恁是真心让我痛苦，恁真心的误解我。爹亲话，你不应该认为世人拢对不起你，实在是你的手段。子考，你这个不识大体的娃儿，也敢狡辩？世人就是对不起我，路大不重要。你已经一心向着我人，因为报仇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与你无关，对毋对？毋是啊，我如果毋是，你为何要偷走天文酒？你现在就可以去团谈吴桥皇帝，讲我是一个心怀酒肉的人，毫无人性，叫伊来杀我。爹亲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？女儿对你一片的好心，你也无法体会吗？幸亏我多无足智，天文酒失之福地，不必惊伊。如冰，其实要表现你对我的自豪，要真为人做落的好。咱听无人话呢啊，是这个人的配音收细声，啊其他拢足大声，你敢听有？为何往日的风采，让我拥有天下无敌的武功？爹亲，当初取得天文酒的目的，是为了消灭飞仙你类。耳孔有问题哦。可是现在你，王囡啊，维护了天下无敌的武功，也怕消灭不了飞仙类吗？